講笑，你條褲咁窄嘅，雖然有個改造計劃俾你可以執下造型，但係你都要學識保養自己噶嘛。睇你皮膚咁差，應該都冇保養好你頭皮啦，係嘛？想要護理好頭髮，就要先護理好頭皮，所以我幫你準備咗所有護髮。左護髮手上呢一支咧係 Dr. Zero 嘅根源賦能 EX 男士精華素，佢就有呢個專利成分 Redensio， 有助調整頭髮生長週期，促進頭髮生長。只要早晚喺洗頭啦同埋乾頭髮嘅時候用啦，可以將呢個精華噴喺頭皮百縫處，然之後按摩頭皮，直到精華全部吸收，質地係清爽唔油膩，仲幾舒服添。右護髮手上呢一支係 Dr. Zero 嘅逆齡生髮男士專用配方，可以抑制男性荷爾蒙同埋多餘皮脂㗎。入面有逆齡開關 Energain New， 可以激活毛囊，促進頭髮再生，加埋 NMN 抗衰老，令頭皮同頭髮回復年輕。只要你做齊呢兩件事，唔使大嗌，疾護髮現身啊！你嘅頭皮同頭髮都好似俾咒語包圍住一樣，乜嘢都唔會傷害到你，仲可以推介俾身邊有需要嘅女士添。